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条歌，就算袂晓唱的人嘛一定捌听过。素兰伫1970年代的台湾是足出名的，简单叫做素兰的歌都有足侪条，也有电影，有小说，伫咱保庙会也有素兰镇。今日我来介绍一条日本民谣安怎变做台湾艺文活动的一部分。一个素兰要出嫁啦，素兰看到伊坐伫桥内，满面春风笑眯眯。这条歌差不多大家人拢捌听过，因为是一直有无共人甲提出来唱。咧找这条歌的时阵，我才知影素兰这个名伫台湾是偌尼唱。素兰有歌，有电影，有小说，有电视剧。莫怪迄当阵有袂少人甲囡仔号做素兰。素兰这个现象真趣味，而且素兰这个名嘛唱真久。头起先有的是一条歌，而且毋是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条，是另外一条号做素兰妹妹的歌。素兰妹妹甲素兰小姐要出嫁，伊出来的时间是差不多差一冬尔。因的歌词无啥相共，毋过因用的曲是日本北海道的一条民谣。这条民谣伫1956年的时阵，就有日本的歌星甲录做曲盘，伫日本卖了足好诶。这首歌叫做《素兰武士》，甲素兰小姐是完全无关系。伊本地是掠鱼的人，渔民咧唱的一条歌。伫北海道遐，逐冬的春天是因掠鱼的季节。掠鱼的人因拢会唱这条歌，主要是做伙唱歌，就会当互大家动作一致，做伙甲鱼网仔扭起来。伫日语内底，素兰是无啥物特别的意思，内面也有海这款口号，这拢是劳动做工的时阵咧发的口号。伫国民政府禁止唱台语歌的时阵，做台语歌的经费就变少啊。迄当阵的唱片公司就会开始甲真侪日本歌改做台语来唱，甲号做半价。半价歌就是用一半的价数就会当做会出来的歌。迄时嘛较无著作权也是版权的概念，讲一条日本歌，哪一个人会去甲翻做台语。伫台湾甲这条日本民谣填词的人是真厉害，素兰就变做一个人的名，而且这歌嘛变做是一个男性咧唱互素兰小姐的歌。台声出来是林世峰唱的《素兰妹妹》，佮过一冬1963年黄三元唱的《素兰小姐要出嫁》，是甲同名的电影做伙放送，这嘛互这条歌变做真唱，差不多大家人拢会晓唱。这两条歌的歌词拢有讲到素兰这个人，毋过歌词的意思无啥相共。林世峰唱的《素兰妹妹》歌词是单国话写的，咧讲一个行船的男性，伊知影素兰咧等伊。毋过，伊要做一个四界流浪、自由自在的男性。黄三元唱的《素兰小姐要出嫁》是曾启成写的歌词，是咧讲这个男性看到伊介意的女性要去甲别人结婚，伊伫心内祝福伊。素兰的歌若这两条尔。林世峰除了唱《素兰妹妹》，也阁有唱另外一条，号做《素兰，请你着保重》。这条是咧写男主角要离开这个号做素兰的小姐，伊叫素兰以后就要家己保重，过快乐的日子。这首歌的歌曲就毋是日本民谣，是永田作曲林世峰伊家己写的歌词。
足趣味的是，这3条歌内面，拢总是一个男性咧唱予伊要离开的爱人素兰听的歌。歌词内底这个女性素兰，有的是真痴情，一直咧听候行船的查甫朋友，也嘛有迄种真无情要去嫁互别人的，也佫有另外一种是已经要互人放杀的女性。毋过这内底的素兰拢毋是歌的主角，主角是咧唱歌的这个查甫人。伊咧讲话互素兰听，因拢无讲到讲要离开是因为无介意这个素兰，因简单讲叫素兰毋免挂念，也是咧祝福伊去嫁互别人。这款男性的形象，甲1970年代电影内底的男性是足相共的。伫迄时真正的男子汉拢无美满的爱情，就去流浪，就大方祝福伊介意的人去嫁互别人。因对感情也是对这个关系情绪拢未表达出来。伫1995年，也佫有另外一条新的，嘛唱互素兰听的歌，叫做《再会吧，素兰》。这首台语歌是罗大佑写的曲，王武雄填的词，已经经过20-30冬，歌内底的男性甲女性就变无啥相共啊。再会吧，素兰，也是咧写要离开的男性甲素兰讲的话。毋过，这个男性开始就怨叹素兰，伊唱讲心爱的素兰嘛会袂讲话，放阮伫原地，点点来为你压价。素兰啊，像落花，冷冷的微杯，犹原是凉细凉细。到1990年代的台湾，男性已经会承认家己互素兰创治，互素兰违背，所以因选择来离开的。这款互女性放杀的经验，是英国男性毋敢讲出来的心内话。即阵啊，少年人较熟悉的素兰，应该是伍佰甲 China Blue 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嫁。这个素兰为一条日本歌变做台湾的流行歌，唱要30多冬。1960年代，这条足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条歌，嘛互台湾南部的庙会活动出现新的小戏。庙会神明示警的时阵，这个阵头，无论是文阵也是武阵，大部分拢是对移民为中国传来到台湾，再个结合本地文化，变做即阵看会到的活动。素兰出嫁阵是1960年代，因为有这条素兰要出嫁的歌，才开始有的庙会表演，算是完全伫台湾发展出来的艺阵。伊嘛真特殊的是，内底的成员大部分拢是女性。素兰阵头一遍的表演是伫1966年伫万里万年殿的庙会。万里遐有一个人，伊就摕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条歌，甲内山姑娘要出嫁伊的第一段做素兰阵的音乐，请一寡女性的成员穿传统的日本衫，跳日本舞，去庙会斗闹热。后来素兰阵愈演就愈大出，而且变做毋是现场演奏，是放音乐落去跳舞的艺阵。早期的素兰阵内底会有一个媒人，一个新娘，2个额头顶，14个伴嫁，也佫有光新娘轿、光6担的嫁妆、光热桶、夜武术刀的保镖，拢总都爱35个人，真侪拢是足少年的查甫查某，因会哪行哪跳，行到庙埕的时阵，佫有特别的表演。真有可能是大家最爱看的。后来就有6个人到8人组成的职业素兰阵，因基本上就有一个媒人，另外一个演新娘，也佫有6个伴嫁，因做伙表演。当然，落尾放的音乐就已经毋若是素兰小姐要出嫁这条，颠倒内山姑娘要出嫁，佫较接听到，因为伊较适合来跳舞。而且素兰阵嘛毋若像古早干那跳日本舞，会跳各种的现代的舞蹈。即阵职业性的阵头嘛愈来愈少啊，职业的素兰阵嘛变少，
庙会顶头过去拢是查甫的较济，素兰镇是少数以查某为主的艺镇之一。素兰结婚这个主题伫1970年代也有一部小说或者素兰要出嫁，这本是王金河1976年发表伫联合报的一部小说。这部小说后来还有改做同名的电视剧，故事是真悲惨。伊主要咧写一个家庭，本地因老爸咧食公家的头路，厝内有4个囡仔，大汉查某囝就叫做素兰。这个素兰是厝内底上敖读册的囡仔，结果伫要联考进前，素兰起笑，为着要带这个素兰去看病、去看医生，全家伙仔的生活拢总改变。素兰的老爸伊就提早退休，摕退休金带素兰去看医生，剩的钱佮摕去投资代理石工厂，刷了钱。好佳哉，佮有朋友佮介绍去山顶替人顾树林。迄当阵素兰的病嘛豆豆有变好，佮会当去读册啊。素兰伫拍字训练班去交到一个查甫朋友，对方知影伊破病，毋过嘛是要甲伊结婚。素兰规家伙仔拢足欢喜的，因为素兰要嫁人。毋过结婚了，真紧就发现素兰因翁会甲关起来，还佫会甲拍，所以素兰的病就佫发作。因老爸要赶紧落山去找素兰的时阵，煞摔落山骹，骹断去。素兰互人带转去厝，因老爸嘛摆骹，换因老母就去路边学人摆担，趁钱饲规家伙仔。素兰的小弟小妹嘛袂当继续去读册，拢总爱去斗趁钱。这个故事是足悲哀的，内底逐个人拢足打拼伫生活，因兜的意外煞直直发生，因规家伙仔的生活是愈过愈歹过。伫迄时的台湾也无社会福利制度，嘛无健保，若厝内真正有人出代志，规家伙仔拢总会受到影响。素兰算真好运的是，伊的老爸老母拢真疼伊，愿意要照顾伊。这个素兰伫厝内的时阵，三不五时就会家己唱《素兰小姐要出嫁》这条歌。王金河本身差不多10冬后，伫1985年的时阵，小刚伫联合报佮写另外一篇《素兰小姐要出嫁》，终身大事一部小说。这篇的故事就完全无相共啊，是咧写一个少年人要甲伊的查某朋友素兰准备要结婚，伊结婚进前咧烦恼的代志，算是一部较笑詼的小说。我要若佫去找素兰，应该佫有较侪素兰的故事。今日我就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对节目内底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，也是你有想到别个素兰的故事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伊是批连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hen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